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请到了一位 Office Lady 啊，非常可爱的美魔女哦，Jolin 来到全球观众的面前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啊，简单到不想做的这个料理哦。我们赶快请Jolin来。全球华人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美魔女Jolin。台式瓜子鸡汤的食材：鸡腿块、红萝卜块、花瓜、香菇、姜片。调味料：花瓜酱汁、煎鱼粉、水。大家一看到她这身呢非常专业的这个打扮呢，就要相信她其实是会煮菜的哦。好，赶快来看，我们要先煮的是一个瓜子肉。我们先煮台式瓜仔鸡汤，然后有鸡腿肉、瓜子肉，对。然后还有红萝卜，对，就会比较甜一点。然后还有香菇，就提味，对。然后还有加姜片，对，因为加了一点姜片呢，会去一点这个鸡肉的这个腥味哦。对，好，那美魔女说，我们这个全部丢进去就好了，对，够简单了吧？对。但是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就不想再继续收看啊，因为其实还是有小撇步在的。对，还是有小撇步在的。然后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就直接把鸡肉放进来。尤其我们华人好像比较喜欢吃这个鸡腿肉，所以我们今天使用这个鸡腿肉，对，而且比较嫩，小朋友也比较爱吃。就依顺序给它放好。我还以为说简单到不想做的话呢，大概就是全部都丢进去就好了。不行，也不能集中同一个区域。红萝卜的话呢，均匀分布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放花瓜罐头。其实这真的很简单，就是把它全部放下去就可以。对，但是因为鸡肉呢，它为什么会放在最底下？因为它的这个锅子底部呢会最热哦，所以它会更快的熟成。那这种花瓜肉啦、这些香菇啦都比较容易烂的哦，我们就放在比较上面，待会儿吃的时候口感上才会有一些层次。红萝卜如果怕有那个味道的话，可以直接就是把它先穿烫过。对，有些人会怕红萝卜的味道，泡完香菇的香菇水我们也可以淋上去。好，这样淋上去之后呢，其实红萝卜的味道呢也会被香菇呢抢走哦。对，姜片放进来。接下来呢，直接加水就可以了，直接加到大概略盖过食材。反正这种口味上的这种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对咸蛋可以自己调整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加煎鱼粉，就是最后的味道，就是炖好之后。然后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就把它放到电锅里面去蒸，然后外锅呢大概放2杯水，外锅对2杯水，然后我们就放进去里面蒸，然后压下开关，这样子第一道菜我们就等它完成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，是我们今天的台式瓜仔鸡汤。OK， 这个真的是很台哦，所以这个食材上面呢，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取得的哦。台式瓜子鸡汤的做法：先将鸡腿块、红萝卜块、花瓜、香菇、姜片置入锅中，再倒入花瓜酱汁和水，放入电锅，外锅加2杯水，蒸至跳起。最后起锅，加入煎鱼粉，适当调味即可。